咁啊喺呢幾年，我哋都遇到好多極端嘅天氣。咁呢啲極端嘅天氣，有時甚至乎澳門會落到冰雹添。咁啊，呢啲極端天氣咧，而今年咧亦都氣象預報亦都有5到8個呢個颱風。咁呢個颱風嘅出現咧，亦都會面臨住海水倒灌啊、強降雨啊咁一啲咁嘅情況。咁呢啲情況咧，而我哋保安司亦都係做咗一系列嘅防災措施，例如咧每年都有一個水晶魚嘅演習啦。咁啊，亦都好多市民都有參與呢個演習啦。其實呢個演習非常好嘅，好多亦都普及咗我哋一啲防災救災嘅一啲意識。咁澳門作為旅遊城市啦，我哋遊客會越嚟越多，有每年有幾千萬遊客。咁我哋啲遊客咧嚟自世界各地又有，內地又有。咁甚至乎有啲世界各地嘅遊客、內地嘅遊客係未遇到我哋一啲嘅颱風嘅，咩叫颱風，咩叫季候風，或者唔一定知道嘅。咁但係喺呢個針對住遊客應對住呢個防災嘅措施，政府有咩預案呢？或者係有咩宣傳呢？咁針對住呢啲嘅颱風嚟嘅時候，或者係一啲嘅惡劣天氣嚟嘅時候呢，我哋保安範疇呢，有冇同一啲嘅我哋鄰近嘅地區合作啊？咁我知道係當時嗰個天鴿嘅時候係有同鄰近地區做一個救援合作嘅，因為我哋可能一啲嘅救援嘅設施唔夠嘅時候，咁希望喺呢度司長可唔可以介紹一下我哋呢個同鄰近地區嘅一啲嘅救援同埋合作機制呢？你講得啱，極端天氣呢就即係越嚟越多咁所以呢就係我哋每年都做呢個水晶魚嘅呢個演練。聽日我哋就係今年水晶魚演練，聽日晏晝咁估計會6-7個鐘頭，而且呢即係有好多市民都報名參加嘅。而家應該有400幾嘅市民係報名參加，加埋社團啊，加埋即係嗰個即係機構啊等等，加埋會超過2000人。聽日晏晝會進行嘅。另外呢，就係關於呢個對極端天氣方面，我除咗係民防總計劃之外呢，仲有11項嘅呢個單項計劃，其中就有一個暴雨就包括咗呢個冰雹，呢個係其中一個子計劃。咁呢個最主要係由消防去警察去共同去應對嘅。咁另外提到話對遊客嘅宣傳呢，其實我哋一直都有做呢方面嘅宣傳。有啲北方嚟嘅，有啲西北嚟嘅，佢唔知道颱風係乜嘢；有啲遊客嚟，有啲即係國外遊客嚟，佢都唔知道颱風係乜嘢。所以我哋每一次都有針對即係遊客方面進行呢方面宣傳，而且呢，我哋去宣傳方面係會用即係中文、葡文、中文方面中文、葡文、英文，中文方面仲有普通話同埋廣東話係進行呢個即係呢個廣播同埋宣傳嘅。而且呢對外顧，我哋亦都有進行呢方面嘅呢個宣傳嘅。